报，郑副委，刘兵头，不好了，程小柱死了。又是被剜心而死。王大哥，这手法与当日京城花房死者被杀的手法如出一辙。难道是老妖没死？老妖？什么老妖啊？或者还另有妖怪？另有妖怪？老妖当日魂飞魄散，不可能死而复生。我看八成是另有妖怪，只是跟老妖的手法类似而已。我在想，死的都是军中的兄弟，也许不是妖怪所为，可能是外敌入侵呢。这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传令下去，让军中上下严加防范。还有，到处看看有没有可疑之人。是。你觉得是妖所为？虽说这里是边疆，死的又是军士，但就算是敌人打探不成，要杀人灭口，也不见得非要剜心呢。而且军中士兵都有些功夫，那被害的士兵却完全不抵抗，伤口又和京城花房被杀之人相同，恐怕除了妖，即便是1等1的高手，也难以一招致命。这里的确是妖怪横行啊！哎，师姐，你说咱们好不容易除掉一个老妖，怎么跑到这儿来又碰到一个妖怪啊？说来也奇怪，怎么王大哥走到哪儿，总有妖出现啊？师姐，你别瞎想了，我觉得这个妖怪跟王大哥没有关系，别的地方肯定也有，只是恰好要让咱们给碰上了。那妖也太多了吧？刚除了一个老妖，又来一个妖，看起来这南疆一时半会儿是离不开了。师姐，你说要是没有妖了，那咱们师姐弟还干什么去啊？我跟师姐说这些事情啊，就是想着和师姐一块儿去抓妖。师姐，你修为比我高，除妖法术又比我娴熟，只要你出马，咱们一定能抓住这个妖怪。那是，说不定除了妖，还能拿到赏银。到时候咱们师姐弟俩也不用寄人篱下，吃喝也不用愁了。哎，那怎么抓到那个妖啊？我也没有想好。不过我记得师傅说过，妖怪修的是内丹妖灵，只有恶妖为了快速增进修为，或者是道行不高的妖类，才需要侵蚀人心，保持人形不变。我猜这一定是受过伤或者道行不高的妖类，否则不会那么频繁的连害2条性命啊。你说的对，我爹果然没有白教你。有了这条线索，咱们师姐弟齐心合力，肯定能诛妖灭邪。奇怪，这镇上真的有妖在食心？可我现在灵力不足，感觉不到。不过听王大哥说，现在镇上已经加强了戒备，防止妖再出现。姐姐，这妖在此时出现，不会是想对李靖下手吧？皇族血脉，金黄心窍，本来就是修行的宝物，有妖窥探觊觎，这并不奇怪。不会这么巧吧？说不定就是那些修行低的小妖精。不然干嘛每次都对士兵下手啊？还是小心为妙吧。姐姐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管他是什么妖，你先顾好自己。后天就是月圆了，眼下王英他们正严防那妖在害人。姐姐若在此时出手，只怕会让人察觉起疑，还可能把之前的一切都怪在你头上。我也正担心这个，只希望福生给我的灵力能够暂时撑下去吧。姐姐若撑不下去，我替你下手。王大哥，怎么不进去啊？之前带静儿去散心，结果弄巧成拙，反而让她难过。
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了。哎，你也是为了静儿好，静儿怎么会生气呢？都到门口了，先进去吧。想必你也有话要对静儿说。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，只是这2天镇上不安全，我想让静儿别到处乱跑。但又一想，她应该也不会出去，免得跟她说完，她会担心害怕。还是让她留在这里，养好身体吧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在京城的时候，我见静儿喜欢吃这些小吃，正巧，今日在街上碰见了，就买了些回来。我想她应该会喜欢的。郑贤弟真细心，有你照顾静儿，我就放心了。今天军中还要安排城防之事，我先回去了，就麻烦你帮我劝一下静儿。王大哥放心吧。静儿，我今天在街上遇到了一些你最爱吃的小吃，就给你带来了，真新鲜，赶紧尝尝。吃点东西，心情会好些的。郑兄，我不饿，你回去吧。静儿，你这个样子，大家会担心的。王大哥会更担心的。他若是担心我，他自己亲自会来的。他来过。刚才我在来的时候，在门口碰见了他。他是怕你还在生他的气，所以就没有进来。他是怕见到我脸上的怪东西吧？静儿，好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。你出去吧。之前在皇宫的时候，你就让我离开，结果你被老妖掳走，险些丧命，还留下了现在这个妖咒。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离开的。郑兄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公主了，你也不再是我的侍卫。我保护你，不仅是出于侍卫的忠诚，也不仅是出于朋友之意。我知道你喜欢王大哥，所以我不会强求你接受我。我只希望在你的身边，保护你、照顾你。就算不能让你欢笑开怀，至少能像阿莫那样守护着你，不再让你受伤、受委屈。你总是说你不再是公主了，可是在我郑吉眼里，你永远是那尊贵美丽的金皇公主。郑兄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给你无谓的希望，我们只能是朋友。我知道，我也明白，就算跟你做一辈子的朋友，也是我郑吉的福气。你知道吗？在遇到你之前，没有人能真正的看得起我，也没有人把我当成朋友。
我甚至连保护我自己最在乎的人的勇气都没有。是你救了我，给了我人生的另一种希望。这个是我亲手编的吉祥结，寓意着吉祥如意。我对天发誓，就算是豁出性命，也要帮你解除妖咒，恢复容颜，让你永远吉祥如意。王后，你敢拦本后，给我让开！这些就是你说的无坚不摧、不必金刀的豢养妖兵吗？经过噬天诀内法术修炼的妖兵，威力更加强大。只需几日，他们便可为王后去夺取金黄心窍了。你的妖兵能练多少？这些妖兵需要耗费我自身的精力去修炼，数量有限。不过，王后大可放心。如今这些妖兵法术高强，是刀枪不入。他们为王后效命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他们必定会夺得金黄，取其心窍。大王子苏醒，指日可待。很好，那这次就辛苦长老了。为王后效力，司徒我万死不辞。如今万古族尽在本后掌握之中。来日长老帮我救下王儿，你想要什么尽管说。连本后也可以是你的。司徒只想为王后分忧，定当为王后鞠躬尽瘁，尽心尽力。哼，如果你敢背叛，本后也会杀了你。今晚便是月圆之夜，不知道小薇能不能躲过此劫呢？今晚便是月圆之夜，青妹是在为小薇担忧吗？师兄为何又来狐族？好像青妹很不愿意看到我。你我相识多年，有话直说。还是青妹懂我。上次我借噬天诀一跃，可能是我的道行太低，有很多错误，所以我现在无法修炼。我记得里边好像说过，只要得到里面的妖点，那么就可以掌控妖兵。所以我今日来，是想请青妹帮我留心一下，看看里面是否有妖点。就麻烦青妹了。上一次取噬天诀，只因我夫君伤病未愈，才侥幸得手。如今他已经病愈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拿出噬天诀。再说了，你也知道，噬天诀是狐族的镇族之宝。如果被我夫君发现的话，只怕我自身难保。那小维也很难保了吧？你想对小维怎么样？青梅，你别紧张。只要你能够让胡生再次打开噬天诀，帮我得到妖点，那么我会好好的保护小薇。你想得到妖点，到底是为了你自己，还是为了小薇？你总是这么不相信我，我对你的心，天地可见。若不是为了帮你救小薇，我又何苦劳神费力去修炼那些妖兵呢？多谢师兄，恐怕我也无能为力了。
再说，我不想再欺骗我的夫君。你的夫君？原来青妹心中只有你那个胡生，难怪当初你不肯正眼瞧我一下，所以你才会有小维这个孽种。好，死了也不足惜了。住口！怎么，你不是一心一意对胡生吗？啊，那怎么会有这个孽种？你是不是想让胡生知道这件事？你敢威胁我？就不知道青妹，你受不受威胁？你是胡族的叛徒，就算他知道了这件事，又能怎样？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只怕你会惹来全家的杀身之祸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狐仙，我就喜欢你这样。青妹，早晚我会得到我想要的一切，包括你。痴心妄想。那我们就走着瞧。夫君，下去吧。是。夫君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夫人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去了灵水山，我看夫君伤势初愈，身体还需要固本培元，我便取了些灵泉水给夫君包药。多谢夫人。夫君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妾身可以分担吗？星儿，你让我怎么对你？今日南海龙族派使者前来，说有要事相邀。我要离开一段时间，族中的事务就劳烦夫人了。夫君放心，族中大小事务由我来处理，你就放心的去吧。只是你伤病初愈，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姐姐，姐姐，怎么了？糟了，月圆！彩雀，看来我的灵力撑不过今夜了。别说了，姐姐，我先扶你回房，你等我，我替你去。来。彩雀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能去哪儿？干嘛？有事吗？啊，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巡夜，想着怪无聊的。你要是有时间，就跟我一块儿去抓妖吧。我刚好有些头疼，不太舒服，正打算回房睡了。你一个人去吧，小心点啊。哦，知道了，那你好好休息吧。嗯。彩雀不舒服，是不是病了？
谢谢啊，谢谢。来，吃菜吃菜。来，吃。姑娘，你要点什么？来壶花雕。好嘞。来。小二，来壶酒。我们这儿不赊酒。老子不就少了你几个酒钱吗？你敢不给老子酒喝？我告诉你，等老子有了钱，那就等你有钱了再来吧。本殿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，你还是慢走吧。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瞧不起老子？我告诉你，快给老子上酒！上酒！去你！你敢打老子？信不信我一把火烧了你这小店？哎呀，回去吧啊！敢打老子，快回去吧！你等着瞧，等着瞧。来，接着喝。来。什么东西？竟敢不给老子酒喝，不给我酒喝！相公，怎么又醉成这样啊？媳妇儿是你啊！他们都嫌我穷，等我发达了，我给你买大屋，让你舒舒服服的过日子，看他们谁还敢笑话咱们！你呀，穷些倒也无妨，你以后少喝点，千万别伤了身子。媳妇儿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好了，赶紧跟我回家吧啊！好，回家。奇怪，彩雀一直跟着那个醉汉做什么？难道他是弯心妖？不会，他没有伤害那个醉汉，肯定不是他。怎么办啊？到底哪里有恶人啊？姐姐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。那对夫妻那么恩爱，我又不忍心下手。我到底是怎么了？鬼鬼祟祟的跟着我。我没有跟着你啊。彩雀，你大晚上出来干什么？糟了，难道被他发现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出来买酒对不对？对啊，给你买的。我想，既然不能陪你巡夜，又怕你会冷，就给你买些酒暖暖身子。彩雀，你自己不舒服还想着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还不回来？我只能自己去找了。真凉啊！早知道多穿几件了。小维，三更半夜去哪儿啊？
谁？放了他！狐妖伏魔，百恶消除，杀！怎么会这样？王大哥，你忙了一整日了，先恢复休息吧，别累坏了。我不累。那妖怪神出鬼没，多一个人也好对付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王大哥，郑大哥，怎么了？小薇被妖抓走了。啊，静儿没事吧？公主没事，是小薇晚上自己出去，后来冒出个妖，法术高强，我往她身上施法咒，一点用都没有。王大哥，那个妖怪一定还在附近，你先去找小薇，这里交给我防范就好了。好，阿莲，快带我去吧。好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本尊之事，无需你理会。大人回到寒冰地狱当中，这么快就回来，不会是为了小维吧？本尊会在意你们这些蝼蚁孽障吗？别太自作多情了。大人，可真是口是心非啊！大人不是铁石心肠吗？怎么还怕被我碰？难道是心虚？堂堂一个神尊，却喜欢上了一个低贱的狐。你怎么样？小薇还是觉得灵力不够，大人能否再渡我一些？原来大人也会脸红，也会有人的欲念。大人不是一向嘲笑小维贪恋人间情爱吗？怎么自己却变成了自己最嫌弃的人？啊不，你瞧，我都忘了，大人是神，一个有了七情六欲的神。大胆逆狐，若非你性淫诱惑主人，怎会如此？大人若是心如止水，又怎会被我诱惑？是他自己修为定力不够，怎能怪罪于我？你这逆狐懂什么？寒冰地狱的冰雪需大人神力维持，大人当初因抓你而离开，寒冰镇压下的万妖有异动，幸亏大人及时赶回，耗损了不少仙力，这才镇压下群妖。大人本应在寒冰地狱休养，但却担心月圆时你有事，这才赶来相救。你这逆狐，不知好歹，明知大人元神损耗，不知感激，还敢戏弄大人！住口！本尊之事，无需你理会。小维明白，大人只是不想输掉赌局。你既然知道我和王英之间的情谊，应该不会自讨苦吃吧？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
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。夫婿不想再连累你们，你们的大恩大德，夫婿只有来世再报了。姑娘，别！姑娘，你冷静一些，别做傻事啊！你就是庞郎所说的贵人静小姐吧？你怎么知道我？你认识庞郎还有阿莲吗？静小姐，我叫福渠，是被庞郎和阿莲姑娘所救，偷偷入府的。之所以隐瞒你，是因为您的府里有规定，不允许带外人进来。我求你千万不要怪他们。我不会怪他们的，只是，既然庞郎救过你，你为何还要轻生呢？福渠命薄，所嫁非人，遭丈夫毒打，这些都是被他毒打留下的伤痕。他还要将我卖入妓院去，我走投无路，投河自尽。多亏庞郎可怜我，才把我救回来的。可是我好害怕，我怕他又把我抓回去，卖到妓院里。我生不如死也就罢了，但是我不想辱没我过世的爹娘。我看我还是死了算了。哎，不要啊，姑娘，不要这样，姑娘不要这样，太过分了！天下竟然有如此狠心的丈夫。姑娘，你别怕，我肯定是不会赶你走的。你呢，就安心的住在这里，有什么事情我帮你做主。谢谢静小姐，多谢静小姐，夫婿愿意为奴为婢伺候您，报答您的救命之恩。不用，你快起来再说好吗？小姐，夫婿不想苟活，也不想给府上添麻烦。若是小姐不嫌弃的话，就给夫婿一个报恩的机会，也给夫婿一个活下去的理由。望小姐成全。好了，有什么事情起来再说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便是了。你快起来吧。来。谢谢静小姐，小姐再造之恩，夫婿永世不忘。玄烨的侍卫说，小维已经回府。莲儿姑娘，王大哥，你们回来了。你倒有闲心，还在这儿缝衣服，我们都快急死了。你不好好在府里待着，一个人出去干嘛？你是私会男人，还是去见妖了？莲儿姑娘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只是担心王大哥，就出去找他，可走到一半，又怕给王大哥添麻烦，就回来了。你要是看我不顺眼也就算了，何必故意污蔑我呢？而且，我们都是女儿家，你应该知道，清白对于我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。况且，你口说无凭啊！我就是凭证，别在这儿掩饰了。你以为骗得了别人，能骗得了我吗？我亲眼看见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的。什么？我只是随便出去走走，你竟然跟踪我！我看你真是闲得无事，要不然就是看我不顺眼，故意刁难我。你，王大哥，我是亲眼所见的，他居然……莲儿姑娘，你这样故意挑拨我跟王大哥之间的感情，到底存的是什么心啊？你好了，阿莲，既然小薇没事，那我们也不用着急了。你回去休息吧。那，小薇，阿莲姑娘也是担心你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只是不喜欢她什么事情都针对我，还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，好像我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。王大哥，难道我担心你也有错吗？小薇，刚才只是个误会，你别放在心上。还有，镇上不安全，以后晚上少出去。小薇知道了。这么晚让王大哥替我担心，也是小薇不对。没事。好了，
那你早点休息。善恶不分，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背后勾三搭四，看你的狐狸尾巴藏多久！哎，师姐，这是给你带的点心。吃什么吃啊？我看你是不是越来越没出息了啊？整天想着跟着妖女到处玩乐，我们千里迢迢赶来是为了降妖除魔、为民除害，不是在这游山玩水的。你师弟怕你晚上巡夜辛苦，特地买你爱吃的点心，你不吃就算了，干嘛又骂他？你要是有本事，怎么不去抓妖？逞什么威风？这是我们师门的事，用不着你个外人在这插嘴。哼，真是有什么样的姐姐就有什么样的妹妹，一股子狐媚相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姐妹勾引男人的本事还真是一套一套的，一个夜里去会情郎，回来还装无辜装贤惠，一个在这胡搅蛮缠，还挑拨我们师姐弟之间的关系。哎，师姐，你怎么这么说？你闪开！这都是我亲眼所见的。亲眼所见，我看你是眼睛有问题，无理取闹，自己没男人疼没男人爱，大半夜的发神经。哼，你难怪你会没人要，喷血喷人，无理取闹，你哪有男人喜欢跟你待在一起啊？所以庞哥哥才喜欢跟我待在一起。就算我是装的，那你有这个本事装吗？你听见了没有？他都是装的，装善良，装可爱，你还上当。你以为他天天跟你混吃混喝东混西混的，他是龟不是，是妖迷的心窍，才会围着你团团转的。是啊，我是哄骗你师弟，我是勾引他了，你怎么样？你听听，他都是在骗你的，你还上当啊？你早晚会被他害死的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要是不教训你，但我怕你啊！你来呀，你打呀！别打了，这里是李将军府。让守卫的将士看见了，让王大哥和我的脸往哪儿放啊？再说这么晚了，公主都休息了，惊扰到公主也不好啊。哎，师姐，你今天的脸怎么这么憔悴啊？巡了一晚上，是不是很累啊？我很憔悴吗？对啊，你回去照一下镜子你就知道了。女孩子要多睡觉才水灵嘛，回去睡一觉，明天气色就好了。啊，走，回屋休息。你别拽我！哎，回屋休息吧。妖女，走。是，姐姐。的事，我只要王大哥。
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？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，它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？却只怕无人的